市長黃偉哲表示，虎頭埤是台南真有代表性的自然觀光資產。今年的水與綠萌寶戲水節的活動，唔僅延續市府推動自然旅遊的理念，更加納入毛孩、幼生佮親子的活動，以及家庭佮寵物為活動的主角。希望透過這場結合娛樂佮環保的戲水節，讓更多人認識虎頭埤的自然的水。虎頭埤是全台灣最早的水庫，有150年的歷史，而且是一個活的水庫，現在還在服務着農民。但是虎頭埤的風景區已經變成一個遠近馳名、大家都喜歡的地方。以前也是南營8大景之一。那麼我們這次除了虎頭埤原先的這個設施之外，又舉辦了非常多的萌寶活動。什麼叫萌寶？就是帶着家中的毛小孩，還有家中的小孩一起來做度過一個親子快樂的假日。所以在11月16日的時候歡迎。先前我們舉辦了虎頭埤泳渡虎頭埤這個是很多喜歡運動游泳的朋友可以來。那現在是喜歡居家這個同遊合家快樂的人也可以來虎頭埤。現場還有許多美食，還有許多這個文創攤位等着你，所以歡迎大家1116萌寶節來虎頭埤。市府觀光旅局長林國華嘛表示，這屆活動設計4大闖關的挑戰，除了有考驗大小朋友的技巧以及毛小孩的默契，另外嘛感謝科技總動員社團的支持甲的參與，希望所有的大小朋友甲的毛小孩，攏能夠到虎頭埤來度過歡樂的假期。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回到我們的正中間好了。